馬太福音第18章，當時門徒進前來問耶穌說：天國裏誰是最大的？耶穌便叫一個小孩子來，使他站在他們當中，說：我實在告訴你們，你們若不回轉，變成小孩子的樣式，斷不能進天國。所以凡自己謙卑像這小孩子的，他在天國裏就是最大的。凡為我的名接待一個像這小孩子的，就是接待我。凡使這信我的一個小子跌倒的，倒不如把大磨石按在這人的頸項上，沉在深海裏。這世界有禍了，因為將人絆倒人的事免不了的，但那絆倒人的有禍了。倘若你一隻手或是一隻腳叫你跌倒，就砍下來撇掉。你缺一隻手或是一隻腳進入永生，強如有兩手兩腳被丟在永火裏。倘若你一隻眼叫你跌倒，就把它掘出來撇掉。你只有一隻眼進入永生，強如有兩隻眼被丟在地獄的火裏。你們要小心，不可輕看這小子裏的一個。我告訴你們，你們的使者在天上常見我天父的面。一個人若有100隻羊，一隻走迷了路，你們的意思如何？他豈不撇下這99隻，往山裏去尋找那隻迷路的羊嗎？若是找着了，我實在告訴你們，他為這一隻羊歡喜，比為那沒有迷路的99隻歡喜還大呢。你們在天上的父也是這樣，不願這小子裏喪失一個。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，你就去，趁着只有他和你的處的時候，指出他的錯來。他若聽你，你便得了你的弟兄；他若不聽，你就另外帶1、2個人同去，要憑2、3個人的口作見證，句句都可定準。若是不聽他們，就告訴教會；若是不聽教會，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稅吏一樣。我實在告訴你們，凡你們在地上所捆綁的，在天上也要捆綁；凡你們在地上所釋放的，在天上也要釋放。我又告訴你們，若是你們中間有2個人在地上同心合意地求什麼事，我在天上的父必為他們成全。因為無論在哪裏有2、3個人奉我的名聚會，那裏就有我在他們中間。那時彼得進前來對耶穌說：主啊，我弟兄得罪我，我當饒恕他幾次呢？到7次可以嗎？耶穌說：我對你說，不是到7次，乃是到70個7次。天國好像一個王要和他僕人算賬，才算的時候，有人帶了一個欠1000萬銀的子來，因為他沒有什麼償還之物，
主人吩咐把他和他妻子兒女並一切所有的都賣了償還。那僕人就俯伏拜他，說：主啊，說寬容我，將來我都要還清。那僕人的主人就動了慈心，把他釋放了，並且免了他的債。那僕人出來，遇見他的一個同伴欠他10兩銀子，便抽着他，含住他的喉嚨，說：你把所欠的還我。他的同伴就俯伏央求他說：寬容我吧，將來我必還清。他不肯，竟去把他下在監裏，等他還了所欠的債。眾同伴看見他所做的事，就甚憂愁，去把這事都告訴了主人。於是主人叫了他來，對他說：你這惡奴才，你央求我，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。你不應當憐恤你的同伴，像我憐恤你嗎？主人就大怒，把他交給掌刑的，等他還清了所欠的債。你們各人若不從心裡饒恕你的弟兄，我天父也要這樣待你們了。